哪里？阿弟，你是伫倒位？无留着花情，无留半个字。阿弟，无记你的面，亲手风在头，亲手将在为为何？身躯强，这么强，爱弟，你若这苦劲，无采我的路，心情路袂清，我无法度笑笑我落去，无你我会空，无你我。会死为何？菠萝用，身躯强，这么勇，手机个鸟，手机个鸟。然后刚才多阿伯了，我啦，看歌有这样啊，菠萝用，听懂的，好爽，大家开心了啊！哦，这个一唱大家都起立了，看到没有？来，钟欣怡怎么可能想到别的？树枝。你知道呢？我做最后一棒，我看到萧敬腾他想的歌都是比较冷门一点的，比方说《开到荼蘼》啊，《无言花》啊。这都你会吗？不会，都不会。所以我想的东西，我想比较简单一点啦。萧敬腾应该想不到，我觉得。1, 2, 3, go！ 为何通通难离？